大家好，今日我介紹呢個係煎腸粉，用一隻平底鑊做腸粉、煎腸粉同埋豉油汁，少油又脆又滑，出街食唔到。我哋嚟睇下點做。平底鑊嘅大細同埋量杯嘅份量最好跟我做，因為要控制腸粉嘅厚薄。水3湯匙，生抽1湯匙，糖1湯匙，海鮮醬1湯匙。要喺煎腸粉之前準備好備用。而家我哋準備粉漿，水1杯半，煎米粉5湯匙，粟粉5茶匙，燉麵5湯匙，攪勻。熱鑊掃油，倒1/3杯粉漿，冚蓋用中小火焗2分半鐘，2分半鐘啦，捲起。再用同一個方法種埋剩餘嘅粉漿。將做好個腸粉回鑊，加油，用中大火煎到金黃色。我建議煎一邊，另外嗰邊唔使煎，因為一邊脆一邊嫩滑，有2種口感，好食好多。夾起腸粉之後，用同一隻鑊，趁熱鑊倒入豉油，唔使加火，咁就完成啦。新鮮出爐嘅腸粉，少油，又脆又滑，酒樓食唔到。如果鍾意呢個菜式嘅，俾個 like 同埋記得訂閱我頻道喎。